我哋今日要介紹嘅發明就係 FreshSense 先知袋。我哋嘅 FreshSense 先知袋分為咗兩層，內層嘅細袋用咗食品級膠膜拼接，主要用嚟放充滿花青素嘅天然感應試紙。而我哋製作嘅時候提取咗紫椰菜入面滿滿嘅花青素，將佢塗滿喺高透氣嘅紙上面，就可以做成一張食品級嘅天然試紙。等佢風乾後，就可以放入內層嘅袋做測試㗎啦。使用時只需將食品放喺另一個較大嘅塗層。我哋可以透過透明包裝觀察顏色，粉紅色代表新鮮，灰紫色呢就建議盡快使用啦。而藍綠色呢，即係話唔新鮮啦，可能會變質㗎，令我哋對食品安全嘅判斷呢變得更加直觀同埋可靠。當開始變壞嘅時候，會釋放出鹼性氣體，從而接觸到我哋嘅試紙，花青素嘅 pH 值會改變，觸發由粉紅色漸變藍綠色嘅視覺信號，過程完全無需電力同埋化學添加。一眼先知 FreshSense 讓安全看得見。拜拜。